新皇崗口岸24小時通關，港人北上更加方便快捷，預計過關時間大減至5分鐘。深圳鐵路盤新世界188號位處深圳第3大經濟區，自然立即受惠。發展商計劃推出精裝家私套餐給客，3房入場費人民幣240幾萬起。深圳向嚟係港人北上熱點，龍崗亦都係港人熟悉地區。龍崗區統計局數據顯示，去年龍崗 GDP 已突破人民幣6000億，直逼南山同埋福田，躋身深圳第3經濟區。新世界188號位處深圳地鐵3號線永湖站側邊，係區內最新大型綜合項目，集住宅、商場同埋教育於一身，社區醫療配套成熟。當中首批住宅部分單位建築面積由810幾至1900幾尺，戶型間隔為3房至5房。項目綠化率達40%，背靠深圳第一高峰梧桐山，部分向南高層單位可享翠綠山景，一啲單位更設有對流嘅雙陽台設計，增加室內採光及通風。售價方面，入場3房1套單位，建築面積約818尺，入場費約人民幣248萬起，即係以香港市區車位售價就可購入3房大單位。而約926尺3房1套單位，售價僅約人民幣288萬起，最受港人買家歡迎。同樣配備套廁嘅過千尺4房單位，售價由人民幣328萬起，最大4房1套戶型，面積約1227尺，入場費亦都只係388萬起。項目設有深圳罕見嘅空中連廊系統，無縫連接地鐵站、商場、學校同埋其他配套設施。由深圳地鐵3號線永湖站出發，約38分鐘就可直達福田站。項目同時距離坐擁4線匯聚嘅大運輸樓僅2站之隔，可將生活圈由龍崗延伸至羅湖、福田、南山，以至大灣區其他城市。如果駕車出行到羅湖、蓮塘等主要口岸，車程約半個幾鐘。發展商引入特色商店街65萬尺、幼兒園、綜合健康服務中心、文化活動中心同埋地下停車場，而且區內商業設施成熟完善，包括大運天地、龍崗萬達廣場、星河 Coco Park 等，日常所需一應俱全，假日消閒娛樂應有盡有。